一直没有抓到合适的马。刚才试了一个69，那个马它骑上不爱跑，还是用我们本地马吧，本地马耐力好。哦，漂亮！这一下漂亮，真漂亮套的。等着，我操，这下套真漂亮！我操，套的没打住，这身子能不能躺一下子有没有？拐到车里看。啊，就是这个形象好像不足日个啊。那现在可可就好马了，这意思。咱这回头长得也还不是真的。是这样。他可能不爱打扮。走走走。哎呦，不咋的乖。哎呦，娘子！屁股脚。不能骂你的。屁股脚。抓着碰到了，拿不上。好。哎，这能吃。啥？这能吃。不跳，千万不跳，绝对不跳，是，绝对不跳，真不跳，对。走吧。下不跳，大家啊，不跳啊，这个马真不跳。看，这没被案子说你这脚是要。啊，背案子，这个，他们这个那啥了，不适应啊。漂亮吧？哇，这有点像毛驴子。唱。我的天！开起来了！太狂了，这个马是当个备胎，以后再过一段时间再买一个，再搞了一个骑马，这个只是备胎，我还感觉还挺好的，试驾效果还挺好的。